来继续来看云林北港的武德宫，昨早起有阵头伫个庙前的广场放炮啊，因为这个炮的数量实在太多了，这放炮的瞬间，火焰冲就天，互过路的民众拢看甲硬气，抓准讲这个宫庙火烧厝。 云林出名的财神庙北港武德宫大庙门口大火，一粒真大粒的火球伫庙门后的广场一直烧。为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更加恐怖，真大的火焰条直冲天顶，过路人拢惊到。 火哪烧哪放炮啊，涂骹阁有真济炮啊，民众就烦恼讲，炮啊放到拢烧起来，未输火灾，敢有可能引起火烧厝？人家来热闹，啊，港文放鞭炮啊，鞭炮角度的问题而已啊。迄其实放一本庙埕啊，火大，炮啊品质无好，火大啊，你入去感觉那是一个火烧，其实完全都无啊。庙方讲，导火所在是宫庙外口的广场的空地啊，无发生火灾，宫庙嘛无建筑物烧着，当时是来自屏东的镇头去庙会拜拜，因在炮啊伤济，做火棒才会造成敢若导火同款。 燃放一般爆竹烟火的话，那其实要注意一下时间，然后地点的部分要记得要跟人群保持一定的安全的距离。消防局表示讲，代志发生伫昨早起，当时无接到报案的电话，要不看这个影片表示讲，放炮啊，除了讲爱离人较远的以外，嘛要准备灭火器、水桶啊这款的灭火设备，避免讲像这款集中放炮啊，引起火焰冲天烧起来情形。 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